喺全倫敦數一數二貴，連丘吉爾都住過嘅頂級富人區。有間4房排屋因為被劏成22房兼3無故，俾地方政府拉鋸追訴6年，但最終罰金由48萬鎊跌到5萬鎊。到底發生咗咩事？呢度係倫敦黃金地段36 Hyde Park Gate， 同一條街嘅豪宅叫價高達2950萬鎊，大約3億港幣。有位業主喺未取得許可下，將原本嘅單位分拆成22間房出租。從純商業角度睇，呢種高密度改建好似昔日香港商場，大鋪劏細鋪，確實能帶嚟驚人現金流。保守估計22間房如果全部租出，每年租金收入可達23萬8千英鎊至到31萬7千英鎊，回報率非常誘人。不過喺2021年，當地 Council 聯同警方及消防突擊檢查，揭發驚人內幕：物業嘅防火門破損，走火通道被電器阻礙，火警鐘被遮擋，部分電掣有燒焦跡象。由於缺乏合適廚房與通風，租客要用露營爐具煮食，導致濕氣無法排出，牆身甚至出現霉菌同真菌，閣樓甚至生咗真蘑菇。業主從此捲入漫長訴訟。雖然一審曾被重判破紀錄嘅48萬英鎊罰款，但業主隨後提出上訴並推翻判決，直到今年6月重審落案。因法律程序原因，罰金最終下調至公司罰款3萬英鎊，業主個人罰款2萬英鎊，另加約12000鎊訴訟費。罰款雖然大減，但業主已被釘上 Rogue Landlord 劣質業主名單，日後物業融資與個人信貸將面臨毀滅性影響。事實證明，英國市場對 HMO 合租房確實存在強烈需求，但前提係絕不能越過安全紅線，合理合法營運先至係長期穩定回報嘅唯一保證。英國 HMO 基本合規 Checklist 1 Mandatory HMO License 5名租客以上 HMO 必須領牌，但唔少 Council 已經透過 Additional HMO Licensing 將要求擴展至3至4人嘅 HMO。2單人睡房面積必須達到6.51平方米以上。3保持逃生通道暢通，定期進行 Fire Risk Assessment。合規不單係為咗規避罰款，更加係保障資產價值與租客生命安全嘅必要投資。如果你對投資倫敦物業有興趣，不妨 DM 或者 WhatsApp 我哋傾傾。